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2月2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8篇，以赛亚书49章第5节到15节，马太福音12章46节到5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母囝。伫教会内底，咱彼此称作主内的兄弟姊妹。这个概念是对伫基督徒拢是上帝的儿女。今日的经文新约马太福音12章46节到50节，耶稣基督的教示，因为耶稣基督伊讲，耶稣要伫对众人讲话的时，伊的老母甲兄弟徛伫外面，要爱甲伊讲话。有人甲耶稣讲：“你看，你的老母、你的兄弟伫外面，爱要甲你讲话。”耶稣甲迄个人讲：“什么人是我的老母？什么人是我的兄弟？”然后伊就伸手指伊的门徒讲：“你看。”我的老母，我的兄弟，实行我的爸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、姊妹甲老母。伫耶稣基督内底，咱拢诚做一家人，拢彼此诚做兄弟姊妹。也好，那亲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安尼讲。阮信上帝，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。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，施行审判甲拯救。伊的囝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，做咱的兄弟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，搁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，互咱甲上帝结合。伊的神就是圣神，徛伫咱中间，赏赐开力，互阮伫万百姓中间做见证，直到主过来。耶稣基督诚做咱的兄弟，咱彼此也诚做兄弟姊妹。迄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互咱诚做上帝家呢的一家人。基督徒拢受着上帝的创造，拢领受上帝的救恩，然后通进入伫上帝的家，诚做一家人，彼此诚做兄弟姊妹。以赛亚先知安尼甲以色列人讲：“我伫母胎上主就造我，互我做伊的仆人，通互雅各的后代倒转来伊遐，带以色列流亡的子民自集我来。安尼，我伫上帝面前会得到荣光。”我的上帝嘛，诚做我的开力。现在上主对我讲：“我要互你做我的仆人，互雅各逐支族去复兴，甲流亡的以色列人带倒转来。我要搁互你一项重要的任务，互你做万国的光。”互我会拯救捌甲天边海角，上主以色列的救赎主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安尼讲：你这个受人藐视、互万国统分、做统治的奴隶的人，君王看到你会徛起来，领袖看到你嘛会趴落去拍落去表敬意，这个事会实现，
因为上主是信实，因为以色列人神圣的上帝有拣选你。上帝呼召基督徒，亲像先知共款来成做伊的仆人。迄个目的是要带领上帝家己的子民，特别是遐个四散伫各所在的以色列人，也好那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，伊来是要来超找遐失丧的人，因为讲破病的人才需要医生，健康的人是无需要。所以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继续安尼讲。上主安尼讲：伫我欢喜接纳的时，我有应允恁；伫拯救的日，我有帮助你。我要保护你，佮通过你甲我的囝、我的子民来入约。我要互你伫已经荒废的土地中间，佮定居。我要互遐会受掠，甲遐会受掠的人讲恁自由啦。我要甲伫黑暗中的人讲出来见光，因为亲像羊沿路有草通食，荒废的所在拢变成做牧场，因袂枵，嘛袂阁喙焦。日头甲烧风袂伤害因。疼惜因的会引带因到水泉边。我要伫所有的山岭开大路，甲大路拢吞互关。看我的子民要对真远的所在来，有诶对北边，有诶对西边，嘛有一寡对虚拟离地远来。天啊，着欢喜唱歌；地啊，着欢呼。大山、小山着大声唱歌。上主要安慰伊的子民，伊要怜悯伊受苦的子民。毋过耶路撒冷的子民讲，上主已经放杀咱，主已经袂记得咱啦。因为安尼，上主回答讲。老母减袂会记得食年的囡仔，会啊，也是疼惜伊的亲生囝。老母若会袂记日，我绝对袂。上帝将伊的子民看当亲像家己的囡仔，上帝永远要照顾、保守，亲像老爸。佮较赢过老母，对咱是无离不离不弃。以赛亚先知讲的，因为安尼上主回答：老母减袂白记即食年的婴仔，还是袂疼惜伊的亲生囝。老母若袂记日，我绝对袂。基督信仰。咱甲上帝、甲人的关系是双向的。咱当然是期待上帝疼咱疼到底。反倒转来讲，咱嘛应该爱疼上帝疼到底。相款的也亲像新的诫命的要求，咱也爱疼人亲像家己，因为主安尼甲咱讲。既然是行上帝旨意的人，伊就是伊的老母，伊的兄弟啊。基督徒更较应该亲像安尼来追求咱的信仰，透过彼此相疼，疼人亲像家己，来活出迄个生命的见证，见证咱是属于基督的。诗篇148篇，宇宙拢着称赞上主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
恁着对天顶称赞上主，伫悬的所在学乐伊，伊会正天使，你着称赞伊；伊的正天君啊，恁着学乐伊；日甲月啊，恁着称赞伊；发光的星辰啊，恁着学乐伊；天顶的天甲天顶面的水啊，恁着学乐伊。这个拢着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伊一个命令，一切就做成。伊将这个安置好势，永远袂变卦；伊定规例，永远袂废无。恁着对地上称赞上主，大鱼甲所有的深海、死那甲冰雹、雪甲云雾。听伊的话的狂风，恁拢着称赞上主；所有的大山甲小山、果子树甲百形树，所有的野兽甲精生、虫大甲飞鸟，恁拢着称赞上主；地上所有的君王甲人民、贵族甲统治者、少年人甲在色女、老人甲囡仔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恁才会拢着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重。伊的阳光盘过天甲地，伊互伊的子民强盛，互伊圣的子民拢称赞伊，就是遐会亲君主的以色列子民。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感谢天父疼阮亲像老爸老母疼痛照顾家己的囡仔共款，甚至更较赢过伫世上的老爸母的疼。就算是囡仔破病记住后袂来离开正道，上帝对阮的慈爱怜悯，却永远无离开。求主帮助阮会当活出这种的疼，彼此相款待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